镜头来花莲水水的民生街拜节时发生一件游览车弄到过路人的车祸。这是一个82岁老阿嬷行伫斑马线，不过有一台游览车要倒弯的时啊，亲像是无看到，全甲这个阿嬷弄倒伫涂骹。加上这个老阿嬷送病院无代价，伊若客运业者有回失的，嘛讲会加强司机的教育训练。路口的监视器翕到82岁老妇人过车路进前，还佫两边小看一下，依照青红灯行，无想讲行到一半，一台游览车要倒弯，无注意到去甲伊弄掉。我刚好看到，公车要左转，应该没注意到阿嬷路动到。只发现一名年约80岁女性患者趴卧路中间。疑似与游览车发生事故。代志发生的所在，伫个花莲水尾民生街加中正北路一段路口，对行车记录器搁看一遍，驾驶先动红灯，市灯了要倒弯，无注意到讲，还有人就弄到老妇人。老妇人的头有切壁伤，小可脑震荡，倒手骨头断去，已经送病院。本所已针对大客车驾驶未停让行人之行为，依规定举发。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，以厘清肇事责任。花莲市区伫11世纪也发生92岁老先生行斑马线要过车路，被一台要倒弯的游览车弄到，老爸受伤了，送病院救袂大。无共路口悲剧一再发生，客运业者除了会失的以外，也强调会加强宣导，并且伫花莲地区开驾驶员专栏教育训练，也会增加路口的查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